课到学台语，甲手诶动作相关诶课录字第11集51条，先用六正六一空，六正吼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做六，六；第二读做六；第三字读做六，六底下六；第四字六，共款读做六，这六达，六达就是农具有无吼？迄要甲迄田图甲伊弄有平，用六达吼，六达。52条，火车撞入崩坑吼，撞，火车进入山洞的意思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做进，第二读做撞，第三字读做清还是仓，第四字读做软，软，真够软诶软。53条，伊甲钱银条条，他把钱握得紧紧的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摕，摕；第二字银，银；第三字读做克，克；第四字读做六，六。54条，伊对裤袋仔啉1000块互志明，他从口袋里面掏出1000块给志明，啉嘛好，咱下面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做抽，第二读做啉，第三字读做等，第四字读做三。55条，迄间大卖头家是一个亏手的，亏手的大家知道吗？那间批发商的老板是一个手残者好，下面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做魁，这是魁星的魁是扇子第二字读做魁，第三字读做飞鞋的飞，飞鞋的飞，第四字读做气，气还是缺好，感谢各位收听。